心理學家認為，兒童嘅成長過程會經過口腔期同肛門期，即係關注事情嘅過程，食物好食嗎？同事情嘅結果，擔心好多日都冇排便。停留喺口腔期嘅人，喜歡鑽研食物嘅味道，管佢是否高糖或高脂。到達肛門期嘅人淡薄食物，因為今日食魚翅，聽日一定變成米田共，一定要盡快排出，否則會引起大腸潰瘍，甚至大腸癌。每日都有1尺嘅大便。如果3日冇大便，身體內便有3尺大便，太嘔心啦。關鍵喺蠕動，英文叫 peristalsis。呢一個涉及2種肌肉活動，透過 P 物質 substance P 收縮大便後面嘅腸，同埋透過 VIP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放鬆大便前面嘅腸。四川、湖南、貴州居民試辣，呢個就容易，因為辣椒素 capsaicin 能夠引出 P 物質同埋 VIP。若不能食辣，蘆薈素 allulimodin 亦都能引出 P 物質同埋 VIP。如果便秘咗好多日，服量要多一啲，